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丁丁啊！我又過嚟澳門咯，不過今次就唔係酒店開箱，就係同大家咧四圍行，四圍睇下呢度一啲澳門嘅特色嘅地方啦，或者一啲美味嘅美食嘅餐廳，我想分享下俾大家，而家一齊睇下。好多年前咧，我嚟過呢度咧，就食一個好出名嘅天麻魚頭雞湯米，我今日咧再嚟重溫一次，帶大家嚟睇一睇，試一試食。呢一間咧就係類似茶餐廳咁嘅形式，佢無論咩時候咧都係已經好多人噶喎。咁佢係分開上下兩層嘅，地方咧都尚算乾淨整潔嘅。我係辣嘅肉碎啦，我哋呢啲墨魚餅啦，呢個係燒鱔，呢個係豬扒套餐，呢個咧就係肉碎米粉，仲有係炸雲吞啦，同埋呢個醬骨粒粒，兩碗天麻魚頭米，好正，等我試下先。好香啊！呢碗咁大碗咧，都係47蚊，我覺得係好抵咯。咁同埋呢度所有嘅餸咧，你估下幾多錢？其實係大約係427蚊澳門幣咋，香港食唔到嘅。所以大家朋友咧，如果過嚟澳門咧，不妨嚟呢間試下。呢間英記嘅餅店咧，佢係始創於1928年嘅喎。佢本身係一個中山人嚟嘅，但係咧佢就過咗嚟澳門咧，跟住就創立咗英記。咁佢係其中一間咧澳門最老牌餅店之一嚟嘅。由於呢一間係小皮嘅主題店啦，所以佢有好多經典嘅漫畫嘅角色啦，就俾啲客人咧喺度打卡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多款嘅限定嘅特色產品，裏邊仲有精美小皮嘅包裝。因為而家咧英記咧就引入咗好多現代化嘅廠房，就生產咗唔同嘅精品同埋時尚嘅產品，所以咧就能夠吸引到我哋咧啲顧客咧就能夠購買。跟住咧，我哋就去咗媽祖閣啦。媽祖閣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嚟澳門咧，一定會過嚟呢度拜下神嘅，因為咧呢度真係悠久歷史，非常之耐。咁而其中一個特色咧，佢就係依山臨海而建嘅，咁佢就融合咗喺好似喺大自然裏邊嘅環境當中起成嘅。據歷史嘅記載咧，喺1553年至1557年，葡萄牙人嚟到呢度澳門咧，已經發現有呢個媽祖閣噶啦，所以咧歷史非常之悠久。喺呢度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有一塊好平地凸起嚟一個岩石，高大約3-4尺度，位於喺媽閣廟裏邊咧嘅右方。石上面咧更刻有古代中國古時嘅海船嘅模樣，船尾個帆咧就有寫住係利涉大川4個字，就叫做洋船石啦。其實呢度咧都曾經發生過2次好嚴重嘅大火嘅，分別係1988年同埋2016年，佢將成個嘅正覺禪林幾乎咧都被燒毀。店裏邊咧有好多歷史價值嘅文物都被燒毀啊，包括咗20幾個嘅牌匾啦、布幔啦、關帝啦、神像、鐘樓都被燒到溶咗。後來政府咧就係按翻原貌重修，喺1989年先至重建完成噶。另外咧喺呢度咧好多大石上邊都刻有文字嘅，大部分都係清代一啲文人或者官員遊山嘅時候咧所提嘅，而最大嚿就係呢個太原石啦。媽祖閣咧，近於2005年咧就作為澳門歷史城區嘅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裏邊嘅澳門8景之一啦。哇，好犀利啊！我喺澳門咧，竟然揾到一個隱世嘅打卡位啦，就係呢個巨型嘅辣布布公仔啦，普普馬特。我提議大家咧喺下晝4點後咧就過嚟咧就方便啲，因為冇乜人啊，可以自由自在咁樣影相。跟住咧，我哋就去咗以前澳督府嘅舊址。哇！呢度咧簡直係隱藏咗喺咧城市裏邊一個咧南澳嘅童話故事裏邊咁啊！你睇下環境幾優美，佢襯托住呢啲咧奶白色嘅牆啦、粉紅嘅牆邊啦，你覺得自己咧好似置身喺呢啲電影拍攝當中咁樣。咁我行下行下咧，根本都唔想離開呢度，好舒服，冇乜人噶，係一個打卡嘅好好嘅絕景啊！呢度又係另一個澳門嘅靚景，南華湖區啦。你睇下，坐於喺個湖景裏邊咧，對住呢個旅遊塔，你望下真係好 relax， 好舒服。以前其實有好多咧，好似粵語長片啲人咧都嚟呢度拍戲噶，坐喺度望住湖景，真係咧一樂也。跟住咧，我哋就去到呢度風塘斜巷啦。
咁呢個名點由來嘅呢？因為以前呢度咧有好多咧麻風病院，所以而得名嘅喎。咁而家咧呢啲麻風病院已經搬走晒啦，就留翻呢啲咁特色嘅屋仔喺度。咁因為呢度咧就好多係好似啲南歐風格嘅建築啦，配合啲彩色嘅房子，所以特別影相係好靚嘅。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嚟呢度打卡㗎。而附近咧更有啲比較出名嘅地標，就係望德聖母堂啦，或者係婆仔屋啦。跟住我哋又去到另外一間古廟咯，就叫做天后宮。咁佢喺氹仔裏邊咧就係最古老嘅一間廟，就係1785年已經存在噶咯。天后宮咧就係面向住南邊嘅，正係以前古代氹仔嘅海岸線。咁相傳咧，因為天后娘娘保護啲漁民出海之後咧平安翻嚟嘅，咁所以咧氹仔嘅漁民咧就非常敬拜天后啦。咁呢條海岸線咧就正就係而家咧就發展成為路氹金光嘅大道啦。天后宮裏邊咧仲有存有啲大量嘅文物，例如一個古鐘啦，有一個龍頭啦，上邊咧都係乾隆50年已經置喺度噶啦。咁你已經見到咧，至少咧都有1785年已經存在喺度噶啦。澳門咧就從以前一個小小嘅漁村，到而家咧好多世界嘅大牌子嘅酒店咧都進駐澳門。咁酒店裏邊更有好多出名嘅食肆，但我比較中意就係呢一間新葡京裏邊嘅8號仔啦。呢間8號仔先後喺香港、澳門米其林指南2025咧就摘到2星嘅榮譽，仲喺2025年咧就榮獲福布斯旅遊指南嘅5星嘅殊榮，同埋連續4年獲得黑珍珠嘅餐廳指南嘅嘉許㗎。咁佢裏邊咧氣派獨特，設計融入咗一啲好活潑嘅金魚，因為咧金魚就象徵吉祥同埋富貴八字，所以融入喺餐廳之裏邊咧，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當日咧我就點咗呢個藍天使嘅蝦金魚餃，另外呢個就係脆香叉燒包，剪到好似箭豬仔咁樣，跟住呢個咧就係粉果，好靚。呢一個係前菜嚟嘅，佢送俾我哋食嘅，都幾好食噶。跟住呢個乳豬拼燒肉，佢就拼咗呢個麵餅俾我哋。呢個係造型非常之可愛嘅葡香焗蟹撻啦，跟住呢個係菊花魚圓湯，好清甜。呢個蟹鉗啦，呢個係我每次嚟都要嗌嘅棗蓉糕，跟住亦都係個甜品拼盤，有龜嘅形狀嘅菠蘿酥啦，亦都有一個咧就係龜苓膏係炸嘅，同埋一個兔仔造型嘅奶凍。嗱，跟住咧就係我最期待嘅，就係呢一個係送嘅，就係一個咧佢哋自己調嘅奶茶，好濃郁，同埋澳門嘅葡撻。呢個咧係出邊咧都好難飲得到，我覺得好香濃嘅。我每次嚟呢間餐廳咧都係好期待同埋好開心嘅，因為咧佢唔單止環境好優美啦，佢嘅食物水準都非常之高嘅，所以咧我每次過嚟澳門咧，通常都會光顧最少一次嘅。澳門另一個特色咧，就係澳門啲街道咧，通常都係用一啲瓷磚砌成，就係白底藍字。另外亦都咧鑲咗一啲牆壁上邊，就係以前咧葡萄牙人咧都好喜歡用呢啲瓷磚嚟到做一啲特色嘅設計啦。嗱，例如就好似呢一幅由瓷磚砌成嘅畫咁樣，就代表晒澳門啦。左手邊見到一啲好多荷花，因為荷花就係澳門嘅市花嚟嘅。另外見到一個觀音像，但呢個觀音像人哋就係話西洋嘅觀音像，因為佢個長相咧好似西方一啲外國人咁樣。跟住中間就見到一個澳門嘅大牌坊啦，跟住再過就係澳門嘅主教山上邊啦。右手邊咧見到一個白色咧就係白色嘅燈塔，亦都係代表澳門嘅，所以咧我好喜歡呢一幅畫，好靚做得。跟住咧見到呢啲都係描述翻以前澳門嘅人民咧生活嘅情況啦。晚上咧，我就去咗另外一間澳門嘅出名嘅食肆，叫做順德宮。呢間食肆咧已經開咗好耐㗎啦，有成40幾年，都好出名嘅，所以咧特登過嚟試一試。咁我見到門口咧個魚缸已經載滿咗好多不同嘅海鮮咯，咁所以我當晚咧都嗌咗唔少嚟食啊。咁順德宮咧，佢係食佢比較地道嘅美食嘅。咁所以咧就係冇特別華麗嘅裝修，但係佢啱啱咧之前亦都已經係重新翻新過，所以咧鋪面咧比較光猛啲嘅。呢一個咧就係筒紅浸勝瓜啦，幾清香。呢個係非常好味嘅炸大腸。跟住咧就係呢度好出名嘅濃湯雞煲翅啦。咁你見到啦，佢個份量係好足料俾我哋嘅。
咁佢未上見到佢啲料呢，你睇啲煲湯呢啲爪子非常之靚，係牙解翅嚟㗎。師傅呢仲話俾我哋聽呢，用咗大量嘅老雞嚟到熬湯啊，所以呢啲湯呢好甜㗎。另外點咗一個清蒸筍殼魚，呢個係奄仔蟹蒸聖子。跟住呢，我要俾大家睇下我呢一碗魚翅湯啦。你睇下，我要用筷子咁樣夾上嚟，一住住咁樣食啊，好足料啊！跟住呢，我仲問咗師傅呢個炸大腸咁好食嘅秘製醬汁係點樣整嘅？入邊有10幾種香料，有黃酒，有頭抽，咁啊經過時間去熬製，加啲金絲糖落去，咁產生咗呢個就個大腸汁。我明啦，金絲糖就有呢個效果啊，令啲辣啲咁樣。哇，你好叻啊！我都有煮餸嘅。好嘢，學到嘢啦！好，我翻去試下先。跟住師傅好好人啊，請我哋食甜品。呢個係桃膠燉雪梨，另外呢一個呢就係薑汁燉奶，好重薑味啊！嗱，順德宮呢都榮獲好多獎項㗎喎，仲喺24、25年呢2年都係摘到米其連星㗎。跟住咧，想介紹下俾大家，啱啱而家係聖誕節期間限定咧，就喺澳門 MGM 美高梅酒店裏邊呢一間盛事裏邊食呢個下午茶套餐非常之抵，雪國奇緣下午茶套餐買一送一，338蚊啫喎。咁佢裏邊包咗好多嘢食啊，但係呢個碼價要求咧就係另外送嘅，就係要有金絲會員卡就會送嘅。嗱，食物方面有呢個生果盤啦，有個水果撻咯，亦都有唔同嘅包點，例如一啲迷你嘅小食啦，一啲布甸、龍蝦包，一啲法式嘅吐司，嗱呢啲就係特色嘅蛋糕啦。美高梅呢個天幕廣場呢，佈置成好似一個歐陸嘅風情，充滿呢個聖誕嘅氣氛呢，真係令人覺得呢就好開心、好舒服，特別溫馨啊！嗱，今次呢就介紹到呢度啦，下次呢我再帶大家介紹個澳門其他地方啦，拜拜。